头拄咱有讲到，这丹那市风台的修复工课，伫咧昨呢是传出一个36岁姓李的台电人员，伫咧作业的时阵呢，去互电着，结果规身躯受20%的烧烫伤，目前人犹阁伫咧加护病房。也那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一透早，嘛有去甲探视甲了解。伫维安人员的包围之下，总统赖清德逐日透早就来到台南柳营，基于便伊探视姓李受伤的人，专程拢无讲话。经过规暗抢救，目前姓李受伤人由原可也却无续命，也继续住伫家护病房观察。这整个电击的路线刚好就是重伤到心肺，所以他的心脏发炎指数那些都很高了，所以大概还好，我们叶克膜是可以整个取代心肺功能，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就是他的脑部的受损的程度。如果脑部受损程度有恢复的话，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可以做的。风台省长中南部的基础电力设施，台电人员到今拢也在抽修。这里员工19号下昼伫嘉义义德的南潭村一带进行高压电线抢修作业时发生事故，当场倒落去昏迷无心跳，了后紧急送医抢救。没有电，大家没有办法过日子，但是我们的这个台电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，大家也看得到了。现在大家都是希望让他可以早日康复。真可惜啦，因为最主要就是讲，大家都遮辛苦，唔知讲去调电啊，系啊。姓李员工伫台电服务超过10年时间，即摆为着要和平将早日复电，离暝抢修，煞不幸造成意外，到今也伫咧加护病房。消息一出，亲戚朋友专拢为姓李的员工祈祷。也毋过意外到底安怎发生，劳检单位也要来调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